甲国释文第78集。即字客下骹有一字代，代就是代志，志就是业笔记录，就是志。三国志就是记录三国的代志。客约双方有公正的合约，无大义兵的客是无记录的默客。客约已婚男女暗中私会，讨客兄中文讲的讨汉字，暗中的客约。大人大种的一箍人，无可能藏伫客仔，除非脑筋破破。丰收就是丰富，发甲真济真杂，就是客满，客的客满。过来看即字丰，也等于有女字边的丰，也就是水、用色、美好貌。诗经注字丰沛、丰满，闽南语讲碰皮。雍正方言第1卷第3节，甲古释文第57集有讲过。即节有3字，闽南语定用词甲水有关系的字，烟头、碰皮。文献是有记录啦。汉字朴实捌解说互你认捌过无？汉字真少形声字，默客的客，将风将刀，风有暗中私会的意思无？有一个线索，风都，武侠小说定讲到的风都，幽冥之都，有原因无？丰收的丰，豆字丰满者，有暗中的意思无？甲骨文的丰，将北背后后壁的意思，将在等于之交会也，下为豆丁仓也，读音豆，本意是男女伫丁句的暗藏中交合。大辞本讲的丰，草之生，上生者，其下必亲近也。丰的甲骨文上下两支栽创伫一支茎，土骹底的根交结做一团乌乌，所以即字有暗中串通的意思。客讲文讲是伤客，以宋朝人的看法，可能客仔等于箱仔。若以咱现代人的看法，盒仔较等于客仔，便当盒就是便当客仔，鉛笔客仔就是铅笔盒。比盒仔较大的，咱就讲箱仔或者是柜仔、橱仔。小小的客仔，毋管是盒仔的大小、箱仔的大小，有人讲是来藏客兄的啦。你认为人世间有即种寸笑的老王无？人说文解字有讲呢，客藏呀，藏你的客兄讲啦，毋是安尼乱读啦。即字爱读藏，客收藏用的叫客仔。客约是有公开的代志，讨客兄是暗中伫交结。同一字用无共的角度看法，就有无共的意思。丰富竟然也有暗藏中汇合的意思。丰都毋是用一个无意义的声符，是地狱之门。好看的碰皮竟然也有私底下暗中交结的意思。咱对甲骨先生学到搁较侪汉字字形的意思。